因为非常会唱歌，然后昨天跟开了小巨蛋的傅凯歌来合唱，有没有？但是要唱之前，我们要来一点给神刚的这个粉丝，让他知道一下我们的厉害，好不好？掌声尖叫声在哪里？欢迎我们的金曲歌王许富凯。全场再给力一个尖叫声，好不好？是来话，讲我每日较想骂你一句，是真亲像春天风在吹，只好写着一张爱这海水杯。要怎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只好写着一张爱情的海水杯。要怎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你的风采，予我对了你无的情爱。要怎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要怎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你的风采，予我对了你无的情爱。要怎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邀请我们的局长刘文群刘局长以及杨春英杨丽文丽丽来到我们台上，一张热情的大合照。我们合照可以拿下来，来，我们请摄影录影团队请上台。红背对着的，我们先这样一张的合照，我们先这样一张，来看一下正前方。好，我们李长还有市政顾问也一起上台，我们李长、理事长、市政顾问。大家等这个时间等很久了，对不对？就等待这个时刻了。好，我们头上可以统一一起拿下来。好，那同时我们先面对我们的观众一张的大合照。请我们的理事长来为我们贴出那个小爱心，好吧？因为今天是我们情感恩。来，
我们温暖的爱心，将我们好听的歌声、温暖的歌喉散播在我们这个幸福美丽的宝岛土地。好，我们比一下，赞一下，祈福感恩，画圈圈，继续加零，一起退散，平安幸福，健康喜乐。神跟我们今天的岁末一吻的活动，幸福的晚会圆满成功，赞啦！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蹲下来，我们一起蹲下来。对不起，来，请留步，因为要跟着全场一起拍。来，我们请我们来面对大队，我们背对着大家，请蹲下来。我们稍微再往后一下，不然我们对不起，我们稍微退后3步，我们退后3步。这时候我要请我们现场全部的亲爱的粉丝团，让我们的傅凯和林怡与会的全国的好朋友，因为这是我们的直播专线，看得到您的热情，您的幸福感恩的闪光棒在哪里？来，双手借给我，没有闪光棒的双手高举一下，好不好？拿高一点，拿高一点。幸福晚会神高岁末一文环活动，祈福感恩画圈圈，赞啦！那我们将我们的闪光棒定点，来，不要闪光哦，来定点就好了。耶！今天可以听到我们的金曲歌王徐富凯丽丽来到现场，同时也再次的谢谢我们的 Ring 林怡为大家带来这么温暖的歌声，谢谢林怡，谢谢。谢谢林怡，再用最热情的尖叫声跟掌声，谢谢林怡，好不好？现场嘉宾亲爱的好朋友，让我们富凯感受一下我们神刚荣天喜多亲家后边的热情尖叫声，谢谢。再来，我自己的歌曲也是那个二姐将会的歌，救口，祝福我们全部所有的全台湾的好友们都平安健康，谢谢。然后呢，谢谢我的粉丝，谢谢你们，谢谢。手上的那个荧光棒，如果没有的话，也把你们手机的手电筒打开好不好？对，今天让神刚变了一个很漂亮的新牌，耶！谢谢，还再多一点哦。身边照顾你，
就乎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木的旁边，若是寂寞的时会不想你，就乎你平平安安、舒舒康康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就乎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木的旁边，若是寂寞的时不想你。谢谢，就让我爱。耶，哇，谢谢。欢迎傅凯，先让傅凯喝个水润润喉。现场嘉宾、亲爱的好朋友，大家真的好幸福、好幸运，对不对？因为在这里呢，我们亲爱的金曲歌王许富凯，昨天霸气登上台北巨蛋，今天晚上不停息，第一场就献给我们神冈的雄金集团，信不信？哎呦，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对。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的妈祖文化季啊，对，傅凯就来了，信不信？有没有记得？记得。哎呦，金价甘温哦，在我们妈祖的保佑之下，哇，大家幸福平安，继续还可以听到这么温暖、这么有力量的歌声。啊，我的荣幸可以到神冈来演唱每一年呢基本上都会来一次吧。对，所以对我来讲，妈祖真正有保庇，所以我今年哈也很开心，妈祖的保庇之下也拿到了金曲奖。我有过。大概集齐啦，当然自己一定是很有实力、很会唱歌，这个铁粉啊，真的好可爱。他说：“你知道吗？你得到金曲奖那一天，我们全家都开心的到不行，这样子。”大家都在电视机前面尖叫啊！然后昨天才这个唱完台北小巨蛋，是都没休息。昨天跟今天差不多睡了5个小时。太兴奋，对不对？听说在演唱前，您都在台北小巨蛋搭帐篷监工，行不行？因为呢，你知道疫情你知道这个演唱会已经演了2次了。哎，人家都以为你已经第3次登上小巨蛋，我给你庆祝干小巨蛋，我了。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太荣幸了。真的也希望有这么一天，就是1年可以唱好几次小巨蛋。但是昨天呢，真的很开心，我相信我的粉丝他们都有到，是不是？有没有？有。那我先问一下，试调一下，昨天的表现还可以吗？如果可以，那给你尖叫一下。那同时呢，我们的傅凯呢，不只是歌儿优则得奖，然后呢，大家有没有看他的梦漂？脸薄啦，脸薄 K 站嘛，来对。但的播出来。对呀，等一下有播出哈，《孟婆客栈》里面的小诸葛有够追不？哇哦，继续给他加油打气一下。那明年度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要跟大家来事前预告一下？新的计划应该还是以新的作品为主，这样子，希望有新的那个专辑跟大家见面。对，那接下来呢，也希望就是还有戏剧上的一些合作。哦，所以还有机会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金曲歌王我们傅凯的精彩的演技咯。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也不知道明年，因为这个很难说嘛。就是假如有机会的话，不一定，你可以到台中开演唱会啊，也可以得到有没有？是不是？希望有这么一天。当然，大家莅临一定要来继续来听我们傅凯好听的歌声。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看你穿很冷的感觉，我觉得我们给我们主持人姐姐一个热情掌声好不好？对了，看到傅凯，我们心都火热了，就像您昨天登上小巨蛋第1场，哇，很火红啊，真的觉得好想尖叫声，所以琪琪姐姐就配合您一下，本来想说会不会给火红一下？火红，真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金曲歌王许富凯。带来这首温暖的歌《你就会》。这首歌有个重点来，我们粉丝可不可以比一下？我看一下，有一个比个爱心，全场一起哦，后面的朋友，这边的朋友，耶，来，我们比个爱心，还要加“宝贝”2个字哦，来。阵阵风吹吹来，人无啊寒，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山。今夜的天星，你一定知影。
痴情人思无的心情，有落是三更半暝的暗暝，梦醒来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双手借我。 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花，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恋恋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花，日日夜夜为你来照顾。 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身旁朋友，你是我最爱的宝贝。我们比久一点，给我们的摄影大哥可以拍一下照，摄影一下，来，很好，很棒，给自己一个掌声加尖叫声。继续哦。 是三更半暝的暗暝，梦醒来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双手举高，嘿，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花，为你化作冬天。 彼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恋恋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花，日日夜夜为你来照顾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 你是我最爱的宝贝，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花，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恋恋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 棉石花，日日夜夜为你来照顾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全场一起，你是我最爱的宝贝。我刚刚你的宝贝出现一下，个人几分好不好？身高是你们什么？宝贝，再次哦，你是我最爱的。 谢谢你们，谢谢，感谢。好，今天非常的开心，可以到神冈跟大家见面，然后呢，看到了很多熟悉的朋友，我们的杨球人的立委，等等我们区长，还有很多现场我的粉丝朋友们以及神冈的朋友，谢谢你们今天到场来听我们唱歌，谢谢你，谢谢我们那个指挥交通的那个大哥，谢谢你，辛苦了。那也叫高知啦，就林兄弟哦，可不可以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每一个工作人员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因为呢，要办一个活动或是办一个演唱会呢，其实呢要有这一些工作人员才可以促成，所以再来一次尖叫声，爱的鼓励好不好？1、2、3、4，谢谢你们。好，接下来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是我自己的创作，那在疫情那一段期间呢，我写下了这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呢，我要献给很多一路陪着我成长的朋友，有他们的陪伴，才会有今天的许富凯。然后也谢谢我的粉丝，对，因为昨天在小巨蛋，今天又来到神冈来给我应援，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们。回去的时阵爱注意安全吼，我真正天气较冷，请我烧给啉滚水，谢谢。再来这一首歌，昨天我记得我在小巨蛋的时候呢，唱这一首歌之前，
有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呢一定有一个很想念的人，请你们现在此时此刻，把你们最想念的那一个人放在你们心里面，我们用念力来想念他、思念他。带来这一首《罗香》送给大家，谢谢。我的风吹散，白色的花间，犹原搁在伫遐。同款插着彼丛无声的牵挂，这几年开的花，拢是思念的形影。门口的孤单。春岁我甲你作伴，想起着较早，你拢是坐伫这，定定在少年异乡的囡仔，望伊的身影，紧转来甲你看，已经离开，离开了苦寒。放心，我会好好照顾我的心肝。当初有一份开票，藏伫心肝，你是不是？伫故乡等待我，已经离开，离开了苦寒。思念无声。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总是有一份感谢，藏伫心肝。感谢你牵着我偷偷仔行。如果听到这一首歌呢，我希望呢你们每一天，如果在外工作的朋友，每天打一通电话回去给自己的家人问候一下。门口的孤单，春岁我甲你作伴，想起着较早，你拢是坐伫这，定定在少年异乡的囡仔，望伊的身影，紧转来甲你看，已经离开。离开了苦寒，请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我的心肝。当初有一份开票，藏伫心肝，你是不是？伫故乡等待我，已经离开，离开了苦寒。思念无声，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总是有一份感谢，藏伫心肝。感谢你牵着我偷偷仔行。你伫故乡等待我，我已经离开，离开了苦寒。思念的声，像思念牵挂，总是有一份感谢，藏伫心肝。感谢你一直将我惜命命。人生有你，我是幸福的囡仔。日头若落山，就会想起画着我的名。谢谢国香，祝福。
个时刻呢，我们现场嘉宾亲爱的好朋友，这一次的特别的邀请现场嘉宾亲爱的好朋友来高举你的双手借给我。如果没有荧光棒的，把你手机的手电筒的模式来开启一下，好不好？让我们的金曲歌王徐富凯感受一下，在我们今天现场神刚的我们的超级粉丝的热情与魅力。来，现场嘉宾亲爱的好朋友，来哦，摄录影团队请上台，您的手机荧光的模式请帮我们开启，还有您手上的荧光棒，我们一起来大声说一下我们金曲歌王许富凯在啦！再一次的很感恩，真的很感谢，我们掌声、欢呼声、尖叫声，好不好？再一次的谢谢我们金曲歌王许富凯，在我们公蛋之后第一次来就直接将他好听的歌曲献给我们神冈的黄金期短来的亲家后朋友，真的非常谢谢富凯这么坚持、这么热情、这么努力，带给大家。